昨晚有民众伫咧台北上山看到一个查甫人对一个小姐扭扭勒勒，这个小姐是大声喝休，过路人去解阻挡，警方赶来到现场，甲这个查甫人抓起来。若讲到这台北车头发生性侵事件，台铁表示讲会含铁路警察局召开安全联防会议，加强台北车头安全措施。若妇女团体是建议讲，这台铁呢就要按这求助铃，互旅客会当用上紧的速度来讨救兵。10时暗时10点左右，一个查甫人出去等本数，路边一个细气的查甫人雄雄走过来揪伊的手，互被害的查甫人惊一个大声哀，双方扭来扭去。好在再经过的民众是真有正义感，过去阻止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过来甲细气的查甫人逮捕。初步调查发现讲，这细气的是一个家友，犯案的时阵疑似有食强烈膏，戆身戆身出现烫衫烫裤的行为。全案涉及强制猥亵、强制罪、公然猥亵、性骚扰防治法、社会法等罪。警方将调查厘清后，移送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。对到这个性骚扰的事件，在台北车头的大厅，嘛爆出在双十连假发生性侵害的案件，引起真侪人讨论。有妇女团体质疑代志发生的时阵，加害人在公共场合人这么侪的状况之下，竟然大胆犯案。等外籍民众报案了后，警方才到场来处理，会当看出站内的安全是出问题。高点出目前站内欠完善救助系统。台北车站是三铁共构，但这次出现了这个性侵的事件，也让外界关注这个北车的公共安全亮起了红灯。虽然呢，铁路警察已经针对了这个治安热点要加强这个人力巡逻，不过由于这个车站的站体十分庞大，也让外界关心恐出现这个治安的死角。因此呢，这个妇女救援基金会以及司改会是认为说，除了台北的车站厕所原本就有加装求助铃之外，也应该在其他的地点同步加装求助铃，让旅客能及时获得协助。如果有求助铃就按了，没有的话就报警，就是上去阻止。先找看有没有附近有没有站务人员可以求助这样。车头内面有民众受害，台铁对这是表达遗憾，嘛含铁警局是召开安全联防会议，提出4项要加强台北车头的安全措施，包括铁警定点守望的密度增加，铁警含车头建立安全联防网，站访含铁警造成关怀小组，协请台北市府社会局加强无厝的人的辅导安置。从每2小时2次变成每2小时3次，那它定点的主要是台北车站大厅，以及我们的公厕。另外就是我们的那个月台，我们评估这个自己是安全的状况之下，所以你可以适时的透过呼喊啦，然后求助现场的人员，或者是你拿起电话报案。胡安辉表示讲，台铁除了爱加强人身安全的监控和救援机制，嘛认为政府应该宣传教育友善过路人，鼓励民众在无影响到自身安全之下，透过话休制止，也是事先报案来防止性暴力的事件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